哎，那个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。不要摸电线。你后边呀！那个瓦斯哎。可以吗？有想到921大地震吗？会觉得很可怕啊？觉得有点可怕。没有习惯。你看，那个地震直接不要在地震里洗地震的。好。是啊。这个整的。在上面吗？还有，还真的，还好吗？我不想给你拍。有怎样吗？啊？有人救出来或受困吗？一定有啊。这样。人吗？哎，那个不要摸那个电线，很危险。不要摸电线。你后边呀！那个瓦斯哎。可以吗？有瓦斯哎。还有人吗？快点！快点！Gosh.
这个是有点卫生，有点那。地材呢正在往下掉，地震速报已经比较紧张，这样的地震感受的确是比较明显的。包括摄影棚都已经有灯架开始在倒下来了，因为摇晃的时间相当长，从刚刚。